好啦，以後聽朋友係坤哥喺話轉到福氣來節目嘅現場咯，嗬，今邊係好空間來報道嘅呢個單元，聽下來關心咩啊？是係講婦科嘅啲癌症，來同大家講到重點嘅癌症有兩個，一個是子宮癌，嗬，咩是嚟講係子宮內膜癌，有兩種講法，同樣就係一種嘅癌症。個再來咧，個再過來就係呢子宮頸癌咧，嗬，你係拖啲進前哦，其實之前嘅新聞啊，有講到呢個。到日本有冇嗬？日本啊，只係有人啊做呢個預防射，即係講子宮頸癌嘅預防射，結果啊注射過後嗬，有呢個副作用，產生呢個副作用過後呢，日本也會啊嗬，佢都對呢個預防射嘅一個講，愛做乜做，長度冇按強制嘅嚇。是也新聞係唔對嘅啦，唔錯，唔錯嘅。日本呢也係全國咪係政府出錢，全國嘅人呢。免費做啲50天嚟注意一下，表示講呢，日本政府呢又係積極鼓勵他家人去注意一下，要出錢來鼓勵他家人去做啥？唔係講日本安尼樣，全世界聯合國咪鼓勵他家人去注意一下。做乜嘅講？日本講有人做到有副作用呢？日本做到也下差唔多有1000萬人注意一下咧。1000萬人有63人有副作用，乜嘅副作用呢？是從人一人感冒用，頭腦痛、冷到酸痛，也有一個主人1禮拜。我最講一個有頭腦痛，或者是酸軟1禮拜，大人1禮拜，是出人呢？幾多人呢？63人，1000萬人63人，也下啲咧。所有嘅預防射啲位都比起來呢，子宮頸癌嘅預防射呢係最安全嘅啦。係，所以所有嘅預防射來講啊，比起來子宮頸癌嘅預防射係比起來講係最安全嘅。最安全，比乜嘅感冒啦、破傷風啦、小兒麻痹啦，很安全。係，所以一個已經算係最安全嘅，呢啲唔是洗完到咧。最多嘅副作用呢，是注射之後，注嘅會所會痛一下，會痛下樣。有啲人會腫起來，有啲人好蛇屙呢，會發燒。韓國人會聽到會輕輕咁樣。我哋應講嘅安靜啊，安靜。安樣田，台灣主動50萬人，嗱冇咗3人講乜嘅，會屍體咧冇，韓國咪大人嘅冬陰蟲嘅冇。日本也下咪全國咪免費做，所以講到呢一個副作用來講哦，其實冇呢一個，因為上半下一講呢一個要出到新聞應用版險，大家心肝都是可能會驚啊，會燒嗬。呢下呢個鄭醫師來提到啊，所以其實佢嘅副作用只係冇算副作用嘅呢一個副作用啦，所以呢啲是做得落學之外來做呢一個預防射嘅呢一個來做下嗬。喺講到呢做預防射，喺而家係預防射做體咧，喺係咩事？唔是過去做呢一個頭先講到嘅，而家仍然做100個麥片檢查咧。哦，做唔得咯，做唔得，肯定可以做，一定可以做。所以主要係子宮頸癌嘅預防射之後呢，當然肯去做子宮頸嘅麥片。做埋一樣呢，有一個預防射當好80%左右，癌會冇咧。80%左右70到90%子宮頸癌會冇睇，會減睇咧。不過還有2,000到3,000嘅子宮頸癌，還有死得了。所以你講到啊，雖然你要注射，你要做啦預防射咧，嗬，呢一個機會是降低咧。不過呢個一啲啲嘅機會，你係攞預防哦，唔係100%，所以一個預防嘅呢個動作係攞做1年嗬100嗬6分鐘，即保護你自家嘅聲音咧嗬，一隻動作我攞去做，一子宮頸麥片嗬，咪係我攞去做，我哋一部分提倡鄉親朋友，咁講喺當上我來問一張問題，你講要按到嘅呢個預防射啦嗬，呢啲嘅材料上咧，佢係用埋做出來，用做得要按好嘅效果嚇。子宮頸癌嘅一個預防射呢，做放心呢，嗱，你台灣最早做嘅肝癌、B 型肝炎嘅預防射，同樣嘅做法，用蛋白質，免講係
做出来，用卵拍机去做。係卵拍做出來，所以當安全。台灣人主要係感染嘅預防下，就23年咧，台灣當好。而家做嘅子宮頸癌嘅預防下，然後肝癌嘅預防下，共用嘅做法。共用嘅做法，共用只係卵拍機嘅了解。共用做法做出來嘅東西有共用嗎？冇共用，因為佢嘅卵拍係冇共用嘅卵拍。冇共用嘅卵拍，所以佢嘅了解。效果作用咪全部冇共用。哦，B 型肝炎呢，也這個預防下呢，做得預防因為 B 型肝炎。子宮頸癌嘅預防下，佢係用從啲子宮頸嘅卵拍做出來預防下，來預防子宮頸癌。所以了解預防嘅了解維數啦，佢嘅了解細胞來講係冇共用嘅，用來講錯麼？細胞即卵拍機咪嗬，所以佢係冇共用，一啲預防嘅部分是冇共用。不過有兩種嘅預防下，做方法、原料是共用嘅，所以安全未共用嘅，全部都共用嘅。原料係共用嘅，安全未係共用嘅，不過奇怪咧嗬，做法。做出來冇共用過，係幾個預防嘅部分是冇共用嘅，所以薯鈣、薯鴨，用都冇共用，食起來原料係共用嘅。我只係講材嘅料嚟，材料來講有當多嘅東西，其實做起來係冇共用，係冇共用。唔過咧幾個材料共用，濕度未差唔多，冇嘛所長啦，嗬。好講到咧嗬，應講到當到嘅朋友，你頭先有提到嘅嗬，即係了解應講18歲以下嗬，是希望到2018年之前2018以前，我來注射主體，預防下主體。全世界有196個國家，全部來主體。主體，聯合國規定嘅。聯合國有參加聯合國嘅獎有啊？台灣冇。台灣聯合目前冇啦，所以啲假使講。我注意，即係講一啲有預防來講，自家係有驚心地位，我來去做。而家行喺上我來問嗬，目前來講台灣最後生嘅，得到了解子宮頸癌，嗰個最多歲嘅，啲數長要幾然嘅。全台灣最細19歲，得到子宮頸癌19歲。最後生係19歲，係。我一家人，我做醫生22年咧。在香港做主任，做到也中山。我最細呢係21歲有子宮頸癌，最多歲104歲得到子宮頸癌。所以對那個19歲到104歲，全有可能有機會。所以你個預防嘅動作要做好來，你個有當多朋友是講，假使講你係冇性行為來講，係唔係其實唔是去做你個麥片檢查咧？冇，佢成人全部要做哦。係，我有一個病人，佢嘅先生咧，佢45歲，佢個先生是死體咧，佢60年以後，佢就104歲。佢也得到子宮頸癌。所以你係講到104歲也是係兩個病人。哇！佢45歲，家下家先生是死體的。係。60年以後，佢也得到子宮頸癌。所以佢嘅兩個影響哦，假設你要觸到兩個，我哋頭先講到人類黏土嘅兩個病毒來講哦，佢嘅影響係幾成年嘅。咩講啊？你一下冇是冇，是。過後還係有可能會有發病嘅機會。得到也係病毒呢，就現象係講冇排除掉呢，啲成因呢全部有機會得到子宮頸癌。假使我從啲頭先有嘅觀眾朋友去打電話落來講，佢要去檢查，從我先去檢查就做得檢查出來咧，有話係冇。係也做得檢查。咁講呢，頭先嘅朋友檢查嘅，佢得到30項一種嘅冇關係。所以係冇關係嘅。最重要係16號、18號。有2種嘅人類乳突病毒最會得到子宮頸癌。所以呢個係18號到16號。18號到16號兩種嘅人類乳突病毒係會觸到呢個子宮頸癌。係。好，你係講到呢位啦嗬，一啲嘅呢個檢查嘅時間要注意嘛，事情冇？冇。檢查當簡單。係。知道子宮頸麥片共用，做麥片嘅時陣，嘅時候呢，也做得
顺便做一个病毒的检查。好，所以讲了解做麦片的了解子宫颈麦片检查，只顺啥来做了解病毒的检查，唔是讲特别来讲用办当广告去做咧，吼。好，你健保局有嘛个其他嘅一道，你讲补助也係講到對因半養嬰婦嬰家嘅一道是講照顧麼？也下政府是講當年做的50,000做麥片。不過一病毒嘅檢查呢冇，會自己出錢。病毒嘅檢查會自家出錢，了解注意方啥？會自己出錢。咪會自家出錢。不過了解檢查來講是檢查便宜啦，便宜吼，係冇問題吼。冇問題。所以你講到了解，講有了解心湯會嘅朋友吼，有了做有心湯會嘅事情，有嘛注意呢啲嘅事情，係唔係速度安樣嘅病毒？係哦，也當重要咯。一般人哈，婦嬰家嘅性行為哈，第一安全，莫強盜為性伴侶，然後莫有不安全的性行為，常常使用保險套，安樣是會好安全。是記得啦，有性行為嘅時節，用了解保險套，安樣子係提供安全嘅，好，可能你講30歲，上30歲嘅婦嬰家來講，半養人來講。你嘅健保局來講，係咪就有一年一個檢查100，而100係愛免費嘅，也係要錢嘅。30歲以上唔是錢呢，政府會補助。安樣子，好，你只係講到咧，係提倡鄉親朋友啦，50錢你咪係自家嘅權利啊，吼，我記得攞去做咧嘅檢查。你喺節目當中，佢會咧講到子宮內膜癌，即係子宮癌，還有子宮頸癌嘅咧相關嘅資訊，吼，對一啲五性嘅觀眾朋友來講，是冇聽不用睇咯，我定期攞去檢查。假設係男性朋友，你咪記得我提倡你自家嘅保養啦，冇要韓國阿妹都注意到身體嘅康健咯，吼。咁下禮拜來講到係健康期，好，基本上新聞鄭醫師來到節目現場，新聞大家。好啦，Andy 聊下時來聊下咯，家下聽定誒圓同先生好好來做圓同。